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大師傅裝修公司帶大家嚟到天水圍嘅嘉湖山莊。今次呢個單位面積大係550尺，屋主要我哋改成為3房1廳嘅。而今次嘅裝修風格選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，我哋希望一種簡約、溫馨同埋令到屋主容易啲配搭家私嘅。嚟到今次呢個工程方面呢，我哋包括咗全屋嘅地磚、瓷磚更換，新訂造櫥櫃、浴室櫃、鏡櫃、浴屏。仲有包咗全屋嘅油漆、房門、大門、廁所、廚房門啦，仲有全屋嘅水電、窗台石、鋁窗更換等等嘅，合共係370800蚊年供包料費，外住都冇其他附加費用，以成為本嘅。而家等我嚟帶大家睇呢個單位啊！廚房門選用咗灰色嘅巴士門，而廚房入嘅佈局呢，選用咗一個 L 型嘅櫥櫃。頂部嘅位置做咗一列嘅吊櫃嚟增加儲物空間，而最右手邊下方嘅位置留咗放雪櫃嘅空間嘅，同樣喺下面嘅位置都留咗放洗衣機嘅空間。咁成個廚房主要都係運用咗白色嘅顏色。然之後嚟到廁所嘅位置，廁所門選用咗灰棕色嘅巴士門，主要都係運用咗白色同埋灰色嘅顏色嚟做主調，設計咗一個 L 型嘅黑色玻璃浴屏。而右手邊就係櫃身嘅空間，頂部嘅位置設計咗雙門嘅鏡櫃。我哋房門選用咗淺米杏色嘅顏色，可以放咗張4尺床啦，一個大衣櫃同埋書台嘅。然之後嚟到第二間房間嘅位置，而入邊呢，同樣都係放咗張4尺床，一個大衣櫃同埋書台。然之後嚟到第三間房間，入邊嘅空間都係放咗張4尺床，一個大衣櫃嘅。然之後嚟到大門嘅位置，大門選用咗深棕灰色嘅顏色，而比較特別嘅係呢，我哋利用咗另一隻瓷磚嚟分隔咗玄關嘅位置嘅。今次成間屋主要都係運用咗現代簡約風嘅設計。今次呢條片嚟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